早我还未食饭，就听见父亲唤声，因为昨夜失眠，早上起来较晚。走厅里一看，那保正伯正在和父亲对话，看见我便笑着问：“你昨晚饮过酒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没有酒。”由这句话，我已晓得保证的来意。你讲的话还记得，自己讲的话哪会忘记？大人很生气，我替你婉转，恐怕你是酒醉。我怕他。你想想看，大人讲你犯着3、4条罪：公务执行妨害、侮辱官吏、煽动、毁损名誉，由他去讲，我不怕。少年人，拢无咧想前顾后，话要讲就讲。父亲愤愤地责骂起来，以为我又惹事了。这个小说里面，本来是好像它的标题是惹事，就是呢，这个警察大人在追一个不晓得谁把他的鸡给抓去，但是这个小说中的主角后来发现说，这个鸡根本是自己跑到人家房子里面去，然后那个盖子呢从那个桌上先翻下来把它盖住的，怎么会有人帮他抓这个鸡？但这个检察大人呢，他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，他要狐假虎威嘛，他就透过这个事情说，哎，好像是有人就是专门他要惹我的事。其实我们到小说看到后来，像这个我刚刚念的那一段，大家就会读出来，就是说，哦，原来呢这一个小说中的主角呢，他不是在惹事，惹事的呢是这个检察大人。一起给吹哦！师傅，双面夹埋出来，请认真赚钱啊！因为做唔得检查诶。做的，豆豆。要出5点。哦，创业劳动按严冲。唔行咁拿出嚟卖，卫生管理有问题。叔叔啊，今日は見せちまいだ。大主要上細細個，一出去唱戲，一路可以。冇啰嗦，來講吹有問題，吹有問題。うるさい！唔要下迄水也無事。哦，他那無事黑麼？老爺的爛菜食的，乃至真根本的冇事。少佐，家里痛了。惹事呢，迄讲的迄忍啊，你讲有失就有忍咩？因为它很巧妙的铺陈，我们会看出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在这个威权的统治下呢，一般的个农民呢，市民呢，全部就会讲，表面上呢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对这种权威很尊敬，然后呢私底下呢才会去对这一个权威做一些
指指点点。那这个就说出了当时这个台湾的人民呢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，不敢正面的说出他们内心的反抗，但是也有很多压抑的这一面。那这一面在赖和的小说里面，其实因为他是非常早期开始写小说的，在日据时代的小说家，所以这一个成就，有人把它比喻成为这个当时这个就是在中国的鲁迅嘛。那的确他们都有这样的精神，用这个白话文，然后写出这个底层或是市民他们被压迫的心声。